在坐港鐵裏看車窗的光影，小女孩在轉繞圈，會哪天停？沿着那流光走過了旅程，寫落在路人靜止的眼睛，擠入人潮中，掠過車站藍青，演過燦爛血紅，可找得到認證。如若夢醒，看清了處境，最好演一段熱鬧的劇情。誰和誰每天分享沉默風景？誰又燙暖過誰的冷清？數清多少臉龐，流失多少背影，在車廂內折疊這份安靜，然後任這時間列車遠征。誰得着了什麼？誰又會記得誰？誰都看穿連光和影都不相應。